坐在住宅区的土方窑陶艺工作室，背后的主人是来自台南的陶艺歌手钟伟正。身为斜杠青年的他，总以陶艺和音乐来记录日常。现在回想起以前的这些学经历啊，我觉得很多都是因为不服输，然后的个性产生的。那以前我爸爸在教那个数学家教嘛，我小时候功课不好，然后爸爸就会说啊，他教数学就有数学考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当然就会不服气啊，然后爸爸要教我就偏不给他教啊，然后故意还要去外面找补习班，数学补习班去补习，这样就很叛逆。因为我爸爸他本身不是数学科班出来的，所以呢，为了要雪耻，所以我就去考了一个应用数学系，算是科班嘛。然后后来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个科目啊。那一直到了大三，就因为在学校成绩其实也还好，普普通通。那大学的时候啊，其实我比较像在读社团系一样，因为我那个时候除了学校上课，然后就还玩了五个社团。对，那音乐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的。后来毕业退伍了，然后因为数学系如果没有继续读研究所啊，其实出路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选择啦，大部分可能就是补习班嘛。那当然那个时候我擅长的东西大概也就是数学，而且从小看我爸教数学，对，所以就只好教数学，对，在补习班教数学。可是一开始也没有在家里面就是算帮忙啊，故意在外面补习班也去教外面的补习班这样。迈入补教业后，为了配合工作时间，渐渐养成日夜颠倒的生活作息。这样的日子过久了，开始对原本的生活产生疏离感。那后来就有一天早上起来就觉得，现在才20几岁，那其实20几岁还是会有面临很多来自于长辈的一些投注的压力啊。那时候有长辈有在建议啊，不然去学个什么东西嘛，利用白天的时间。然后我也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碰到了我的那个第一个陶艺老师关老师。那我蛮欣赏这一位老师的，因为他算是我陶艺的启蒙老师。那老师我很欣赏他对于那个泥土细微的那个观察，而且他的观察都还蛮从人性的角度去观看这个材质的。那学着后来因为设备的关系，老师那边能提供的设备大概也只能教导我们这样子一年嘛。那后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可是刚好就又碰到了另一个老师，他是那个台南大学美术系教授，那个王多志老师。那2次有2次的机会跟王多志老师面谈，然后王多志老师跟我聊过了之后，他就会觉得他觉得说，可以收我当学生，然后帮助我补足这个陶艺的这整个学习的流程的比较不足的区块这样。那也因为这个老师，我的陶艺的路又继续走下去。因为与陶艺的缘分，钟伟正陆续跟着2位陶艺老师学习。又过了1年，他对于陶艺创作逐渐上轨道，学习陶艺这件事越来越投入心力和时间。但下一步该怎么走呢？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岔路啦，到底是要就当兴趣就好呢，还是当素人？当成副业当素人，然后继续教数学，或者是要再更投入。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其实教数学，当然在这
这里面是算是最稳定的啦，最稳定的一个收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就是好像就是被设定在那样的时间，然后要不断的教重复的东西给这些小朋友，然后你自己已经变得很僵化了，你还要跟小朋友说这个数学有多活用，我就觉得很讽刺。那可是陶艺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因为它的大家都知道它有很大的可塑性嘛，然后它没有一个在那个时候啦，在那个时候我认为陶艺是没有一个规范的。对当时的钟伟正而言，陶艺比起一日复一日的补教生活来得更有活力和挑战，因此他便在2位陶艺老师的鼓励下，考取长荣大学的美术系研究所。在3年的磨练之下，就慢慢的让自己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还有比较完备的这个对于艺术的观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观点支持我后面这个继续走创作的一个基底这样子。那现在做陶也将近快要第10年了，其实就会慢慢的知道说，对你可能有能力从事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你一天还是只有24小时，然后你的体力也是很有限。那后来就因为这边毕竟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店面嘛，那家里面的人也会一直希望说，那就是要好好运用这样。所以现在这个地方也是从事2个工作，一个就是我爸爸他继续做他的数学家教在这边，然后剩余的空间我就是一样是整理起来，然后从事一些体验课程啊。在创作时，钟伟正总是会投身自己的创作世界，和外界展开一层结界，因此后来工作室的名称便叫做土方窑。土方其实最早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一个小小的自己的一个小场域，然后用那个时候最喜欢的那个媒材，就是泥土，去做我想做的东西。包含到现在的时候，在做很多作品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的感觉。我在直观的这个命名之后，其实我也有去找了一下这个土方有没有其他相关的东西啊。那很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商朝殷墟的出土的文物里面有出现这个词土方，然后它指的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边陲有一个也是一个小小的，但是是很富足的一个强盛的国家。我就觉得说蛮类似这样的感觉的。而陶艺创作的最后环节是将作品送进窑里高温燃烧，而燃烧、设计窑体和建造更是一门门学问。钟伟正更是发挥数学系的专长，自己设计搭建一座符合使用需求的窑体。
在2021年初时，钟伟正决定离开台南，将工作和生活重心转移到屏东。我会来屏东主要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因为她是屏东人。那之前本来有想过要一起在台南，对啊，不过她比较习惯在屏东。然后我也来了这个地方，然后发现，其实我适应也蛮好的，每天都可以很专心的关注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你这样用心生活之后，就会从里面发现到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这样，来到屏东后，除了可以更专注在创作上，更可以体现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对陶艺创作者而言，盖窑也是一件大事。要盖这个窑的地点，就是更换了蛮多次了。一开始是在另一块地，然后那一块地就是因为地主的关系，就是后来讨论的结果，那边他们会觉得说，怕烧东西会有烟，对，然后再来我女朋友她很怕烟的味道，所以就是这边问问看，不行，那边问问看不行，对吧？然后最后就是来他的工作室，然后本来是想要在1楼，因为1楼的好处就是东西不用搬来搬去啊，不然超重然后搬到来到这边之后，后来挑2楼的原因就是它比较那个烟会往上飘嘛，对，所以比较不会有烟的问题。然后在窑体的设计呢，也把它缩小，然后再加上那个方位，就是在这个地的边边角角，然后它可以看到烟的那个腹地啊，就是很长的一段距离都还是在这一块地里面，所以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以执行一个一直以来想要做的计划，就是让自己可以不要太依附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然后依然可以存活下来。对，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可以实现一种不只是精神上，还有实质上的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吹着就会扬起的那个，还有天空映城市落下的，卷起衣袖用力揉着揉着就能捏出个什么，但是没人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我想让身体带着我，暂时不听世界怎么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多忧愁繁琐的时候，就这么做。
想让身体带着我，暂时不听世界怎么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多忧愁繁琐的时候，就这么做。我想让身体带着我，暂时不听世界怎么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多忧愁繁琐的时候，就这么做。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太过复杂啰嗦的时候，就这么做。除了陶艺创作外，热爱唱歌的钟伟正其实也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小时候的时候喜欢唱歌，所以很多那个年代很流行合唱团，儿童合唱团，家人就把我丢去唱合唱团，至少假日不会吵他们。对，然后后来国中变声啦，就不能继续唱了，然后可是这个小小的种子就在心里面，就这样埋下了。那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就有那同学在那边鼓吹我去参加学校的那个歌唱比赛，就蛮意外的，有一些不错的成绩，然后才开始意识到说，一方面唱歌又很喜欢，自己又很开心，然后又可以被看见，然后就因为这样啊，去社团啊，参加了吉他社，参加了热音社啊，然后组乐团啊，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呢，各个音乐上的朋友大家就工作嘛，就分开了。对于音乐的喜好并未随着毕业后淡忘，刚好在退伍后不久，南方讲堂的王美霞老师知道他喜爱唱歌，便邀请他到课堂上演唱一些歌曲。后来借由课程开始和不同的老师合作，进而以歌声参与台南的艺术展演或艺文讲堂。你学不会潇洒，让我走在你前头，潇洒的样子也就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也要这么走，就能想起我曾说要带你走。所以我就在这个空间里面想办法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分开，这样。然后我看来看去啊，这腹地没有很大，所以就想说去把那个浴室的天花板上的那个小小的夹层，拿来运用。然后我就自己把以前的床铺拆掉，然后跟以前家里面坏掉的木地板、剩下的材料都拆掉，然后就运过来，先盖了一个楼梯，然后可以走上去这样，然后把上面整理起来。那在上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点那个置身事外的感觉，因为这样的视角你好像在半空中，然后看下面，可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介在1楼跟2楼之间，然后你就会既有参与感，可是又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然后蛮有隐私的感觉，又很有安全感，所以在上面就是比较能够静下来，然后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生活，然后用现在的生活当作是养分，然后写一些东西这样。身兼陶艺家与歌手的双重身份，认真生活，观察日常，将生活与艺术结合，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关于艺术这件事，钟伟正也有一些想法。艺术这个问题，我其实以前也思考很久，那问了很多前辈跟老师，其实也没有得到他们也没有很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那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特别针对这个问题下去做了一些粗浅的研究。艺术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啊，这做陶也算是10年了，然后做音乐差不多也是这样。我反思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内容和形式合一的一个过程。那内容主要讲的就是说，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要怎么表达出来。那形式就是你表达的方式、媒材。比如说，如果今天是立体雕塑，你用陶瓷表达，那陶瓷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形式嘛。然后你用音乐就是用音乐的形式。但是我在参考到这个黑格尔的造型艺术理论的时候，里面看到了这个东西。那我在里面还有加了一个东西，就是我把时间的概念加进去，因为我一直觉得从事艺术的话，它不是一个离散的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个连续的概念。那所以我会把过程的概念加进去，因为这样子的话，除非决定从此以后不做艺术创作，跟另一个可能就是已经往生了。除了这2个可能以外，那这样子整串的所有的时间，就会完全是在从事艺术的这个范畴里面，包含生活啊、呼吸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啊，因为有很多细节跟小东西都隐藏在生活里面的人事物里面嘛。那不外乎这些也都是题材，所以我就觉得把过程的这个东西放进去，就是变得整个东西就很说得通。节目最后，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钟伟正也有些想法想与大家分享。有些人会问说，从事艺术有办法养活自己吗？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多人会问的问题，或者是有些人看到我的现在的这样的生活模式，会感到羡慕的一个状况。那我会觉得，如果你要用原本的社会的结构下去看待这个艺术，然后你又是草创的话，当然是很辛苦啦。那可能也会喂不饱自己，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一开始也不是就是全部都是做艺术啊。那一开始也是有工作，然后慢慢转换过来。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有些人他因为有一些阻碍，所以他停下脚步了。那我觉得停下脚步就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如果有办法，即便生活里面挑出一点点的，挤出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慢慢的拼凑起来，一天一点一滴的这样累积起来，其实有一天你会回过头发现，生活已经可以融入到艺术里面，然后你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养活自己。烦起烦恼，人生到尾啊就不得，来来去去，亲像风中的草仔枝在摇，坐伫灶骹思考着人生，坐伫灶骹思考着人生。股票的人安怎过日？什么时阵通看破？清风吹过顶仔脚，日头满过规山岭，刷落来的人生，就爱甲伊惜命命。听着一阵春风经过咱的顶仔脚，过去的模样已
人。新的人生，新的决定，勇敢的去看卖，勇敢的活出家己的光彩。安怎的光彩？什么是光彩？日头伊赤炎炎，虽然有生命，思想的人怎样会管？春风经过咱的顶阿卡，过去的模样已经不免搁再来。新的人生，新的决定，勇敢的去看卖，勇敢的活出家己的光彩，勇敢的活出。较免讲咱的一生拢是遗憾，什么是遗憾？哪会有遗憾？日头伊赤炎炎。